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何西阿書第5章15節到第6章的第6節，約翰二書第1章第1節到第6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堅定。建筑物是毋是真堅固？朋友的感情是毋是真堅固？關係是毋是真好？信心是毋是真堅定？攏會當影響一個人以後的生活。前一站花蓮的大地震造成迄個清水山岩的崩坑出口橋斷去。當然，佇上短時間內底，時間單位就馬上來恢復雙向單線的管制通車。這件事有一張通車的相片佇網絡安尼去互人安尼大的這個傳播吼，真濟人攏寫一段話啦吼，講日本時代。我近100年的這個橋悠然健在啦，佇上需要的時陣做出了貢獻啦。但是佇迄座咧後面才起的新橋，卻未堪得安尼一個地動。當然，這會放棄包含真濟的因素的考慮啦。但是直接互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講，倒一個比較較堅固的這個情形啊吼，堅固的相信，才會當得到轉變，才有機會會當得到救。對何西阿先知的記載，咱看到以色列人並無有悔改轉向上帝的誠意。伊無願意真心來悔改，安尼信心是無定着的，會通講是佇牆影頂懸的吼，無專心來倚靠上帝，三心兩意的信心會抵到佇滅亡。何西阿書第5章15節到第6章的第6節，安尼講着。但我要倒去我的所在，聽候因承認家己的罪，祈求我的面。因佇急難的時會迫切來求救我。但是第6章開始講，因講來啊，咱來回頭